朋友們，歡迎嚟到人生遊樂無限公司 Bunny 嘅頻道啊！2025年小欖菊花會又嚟啦，今日就等我帶大家嚟返一個趁墟加菊韻古風一日遊。上午行下沙江墟呢個城市入邊嘅時光機，下午就去賞靚菊，學下古時鄉紳嘅賞菊雅興。交通貼士同埋菊花會嘅購票方法就落返喺片尾。好啦，即刻去片。今日我哋一行3人，為咗慳時間就直接跟團。9點鐘喺深圳灣口岸集合，9點半左右就上咗旅遊巴，通過深中通道，一路暢通無阻。約莫10點9左右就嚟到沙江墟啦。呢個墟係石岐東區嘅老牌墟市，南宋時代就有噶啦，有800幾年歷史，係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。佢舊時啲名好得意噶，賣鴨嘅集中埋一齊就叫做賣鴨街，賣豬仔嘅就叫做豬仔街，仲有蓑衣街同埋染布行。經過多次嘅搬遷，而家就喺康華路同埋喜灣路交匯處。旅遊巴就停響祝福閣冬瓜鐘門口，從佢嘅左手邊行入去就係沙江墟啦。墟內區域劃分清晰，攤位眾多，乾淨企理都幾好行噶。海味乾貨區，煲湯料、藥材應有盡有，團友都滿載而歸啊！咦，呢間鋪係賣臘味噶，年近歲晚辦年貨就啱晒啦。哦，農家煙，農家菜就聽得多，農家煙真係第一次聽喎。水果區，色彩繽紛，種類繁多。原來大樹菠蘿又叫做菠蘿蜜，仲有黃肉同紅肉之分。不過我就唔係幾好啦。服裝雜貨區呢，仲有好多服裝嘅選擇。記住講價，100蚊3件衛衣，平到笑啊！殺價成功係好有滿足感噶。花鳥魚蟲街，盆栽鮮花充滿嶺南韻味，啲金魚都游得好開心啊！咦，魚竿同埋釣魚用品有得賣喎。左手邊係街市廣場，除咗家私之外，日用百貨都琳琅滿目，充滿時光感啊，好似返我細個嗰陣咁樣。提提大家，沙江墟呢係有墟日噶，農曆3、6、9日就係墟期，攤位係最齊嘅。我哋今日呢就係非墟日，只有一半檔攤開檔咋，不過都好夠行啊！行到11點50分，我哋就返去祝福冬瓜鐘開餐啦！胡椒豬肚雞鍋登場，仲有香噴噴臘味飯。食飽飽就坐旅遊巴前往小欖，車程50分鐘，啱啦！食飽睡一睡，養足精神賞靚菊。下午2點3嚟到小欖菊花會門口啦。講起呢個菊花會嘅起源呢，相傳750多年前，南宋道宗時期，有一位姓胡嘅妃子被下詔為尼啊，佢就假裝叫何徒生，走佬嚟到韶關南雄珠璣巷匿埋，仲嫁咗人添啊！點知俾奸相賈似道查到，派官兵嚟到，仲話要將珠璣巷屠村滅口。百姓為咗避禍南遷，輾轉就嚟到香山縣小欖，俾小欖嘅萬山菊花吸引，就喺呢度定居落嚟啦。從此小欖人就世代愛菊種菊，明代藝菊之風甚盛。到咗清朝乾隆元年，小欖就開始有菊市活動，即係話每逢菊花盛開嘅時候，各大家族都會拎出自己培植嘅精品菊藝擺設，攞出嚟互相比拼，好似科舉考狀元咁樣啦。種得好嘅就榜上有名添。到咗清代嘉慶甲戌年，鄉人決定每60年辦一次盛大嘅菊花會，因為先輩係甲戌年南遷噶。上次嘅大菊會係1994年，到咗2024年，啱啱深中通道開通，就舉辦咗一個半甲子會。而今年呢係小菊會，冇舊年咁震撼，不過精緻之中亦都好有睇頭噶。入到園區，記住影低個地圖先啦。入口處花影星藍，科幻風十足啊！呢盆年度蠟菊王係鎮園之寶，一棵大蠟菊嫁接咗721種唔同品種嘅菊花，破咗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啦！上一次嘅紀錄係嫁接咗614種唔同品種。雅樂之城嘅菊花造型以小提琴變奏曲做主題，係咪好有藝術 feel 啊？呢幾朵菊花亂晒毛嘅，又幾得意喎！呢一組吉普車加仙人掌菊花造景，架吉普車好似想帶我哋去勇闖沙漠咁啊！敦煌花園造景，幾尊飛天仙女造像，衣履飄飄，腳下邊襯住一片菊海，
又幾仙氣滿滿喎。美麗鄉村青磚牆上面嘅美女頭像，頭頂上有粉紅色加粉藍色嘅小菊花，背後襯埋小黃菊，靈動又清甜。嚟到臨湖展示區，一個大型嘅菊花女神造景，女神像高約7米，好優雅咁樣屈膝坐喺湖邊，隻眼會眨下眨下咁嘅，係必打卡嘅景點。周圍仲有12花神造景。文創商店嘅精品都好有特色，我最中意就係熊貓同埋菊花會啦。行下行下就嚟到美食區，雖然啱啱食完午飯，但係都想入去拍下。各類串燒，黑蚊蚊嘅炸豆腐我就唔敢試啦。試飲咗油甘子橄欖汁，幾清爽噶。油甘子黃皮汁呢，酸酸甜甜都幾得意，飲完呢喉嚨好舒服。咦，呢檔有特價喎，我哋買咗海底椰菊花凍，係海底椰汁打底，混埋菊花果凍，有得飲又有得食，又幾特別啊！一辣以菊花為主題嘅料理，價錢唔貴噃。呢檔係賣順德傳統美食，款式都幾多喎。燒雞翼歌仔都有得唱啦，我中意食菊花刺身，又幾有創意喎。雞蛋仔我嘅摯愛，呢一檔廣東口味，啱食又抵食，仲有好多菊花餅食。咦，呢一檔新鮮焗製嘅菊花餅有得試食噶，熱辣辣出爐，酥皮鬆軟，啲餡呢有啲菊花茶味，好食。出返去造景區，嚟到廣群芳園名菊薈萃，唔同品種嘅靚菊花展現晒喺眼前，佢哋嘅芳名亦都展示咗出嚟啊！有啲花瓣攣攣地，好似啱啱出完肉嘅仙子；有啲呢就細長而飄逸，好似跳緊舞咁啊！咦，呢個炒晒出嚟又幾豪邁喎！呢一個只係菊花披薩。呢幅山水畫襯埋菊花，真係零舍高雅啊！咁多菊花，有啲雍容華貴，有啲嬌小玲瓏，有啲清雅高潔，真係唔睇都唔知，原來菊花係有咁多品種噶。嚟到金色花田，係一大片金黃色嘅向日葵，好似張開對手同我哋打招呼咁樣啊！真係打卡打到唔想走啊！跟住嚟到面積2萬立方米嘅花海區。其實呢度離正門只係5分鐘路程㗎咋，以蝴蝶女神雕塑為核心，各種鮮花層層疊疊，迎風怒放，影相影到冇晒電啊！蝴蝶女神後邊呢有醉蝶花，哇，真係眼花繚亂啊！行到4點半，仲有啲地方未行。聽講夜晚亮燈之後仲靚啊，仲有表演添啊，真係唔捨得啊！不過都要跟團離開啦。如果出年再嚟睇小菊會呢，一定要自己嚟，咁先可以睇晒咁多景點同埋夜景噶。跟住又坐咗1個鐘頭車，5點半就嚟到沙朗食晚飯，每個餸都有啲食用菊花花瓣，又幾應景喎。食完晚飯就經深中通道回程返深圳，約莫個零鐘頭車啦。夜晚8點15分就返到深圳灣口岸。返到香港，我哋仲揼咗轉元朗，去咗佳記甜品，叫咗鮮雜果涼粉、楊枝甘露同埋豬皮，正。好啦，今次嘅行程分享就嚟到呢度啦。嚟到片尾，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今次旅行嘅小體驗啦。片尾1。小欖菊花會交通小分享，由香港去菊花會呢有好多方法，我簡單咁分享一下比較快捷嘅。最方便就梗係跟團啦，各大旅行社有唔同嘅行程，大家可以揀自己中意嘅。唔跟團想自由行呢，可以坐香港直通巴士去石岐，再轉的士。永東、中旅、粵港、榮里每日都有多班車。單程港紙100蚊，來回呢就180。以中旅為例，終點站揀石岐大順新都會，落咗車之後轉的士，車程約莫半個鐘啦，車費大概人民幣3至40蚊左右。如果睇大順新都會轉公交車呢，要成個幾兩個鐘噶，我覺得嘥時間咯。不過呢，菊花會門口係有交通管制，落咗的士之後仲要行8至10分鐘噶。路邊有清楚指示，再唔係開高德地圖、百度地圖跟住行都得，又或者人行你行，跟住人群行咯。
第三個辦法就係喺深圳搭洋洋巴士去石岐啦，人民幣28蚊一位，去到石岐再打的都係幾十蚊啫。網上仲有好多好詳細嘅交通分享，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搜一下嘅。跟住係片尾二，講下門票。星期一至五門票係人民幣20蚊一位，星期六日呢就30蚊一位。預早喺線上買定飛呢，可以慳2蚊。不過要早一日或者以上買定飛先可以有呢個優惠，即日線上買飛呢係冇得揀嘅原價。線上買飛可以喺微信、大眾點評、美團、攜程 APP 嗰度買，又或者直接嘟呢個 QR code 就得啦。12歲以下嘅小朋友或者70歲以上嘅長者就唔使買飛啦，憑身份證明就可以排隊免費入場。香港人都可以享受呢個優惠㗎，香港人就梗係攞回鄉卡啦。又等我哋睇下微信係點買飛嘅。打開個 app， 最下邊我哋揀發言，然後按搜一搜，搜尋小欖菊花展或者小欖菊花會都得。入到去就揀小欖菊花會公信號嘅票務服務就可以買飛㗎啦。而大眾點評呢，就搜小欖菊花，然後揀小欖菊花園門票就可以買飛㗎啦。咦，仲有好多特別項目喎，其他平台就等你哋去摸索有咩特別項目啦。提提大家，線上買咗飛會有一個 QR code， 到時嘟 QR code 就可以入場㗎啦。如果買咗超過1張飛呢，見到第一個 QR code 之後向右撥就會見到其他 QR code 㗎啦，數齊咁多個啊。大會建議大家最好預先將個 QR code 截圖，費事到時信號唔好開唔到個 code就入唔到場啦。如果響平台買咗特別項目，好似門票包紀念章咁呢，就唔可以嘟曲入場啦，要去售票處排隊換紙質飛，然後憑票入場同埋憑票去換紀念章。最後嚟到片尾3，等我哋一齊重溫一下今日行程嘅路線，順便為呢個旅程畫上完美嘅句號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，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讚好呢條片同埋撳下個鐘仔啊！希望下次有更多好玩嘅地方介紹俾你哋啦，拜拜。